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0月21，旧历的9月23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：新北市英国的一场恶火夺走国小校长翁仔某的性命。这是发生伫半暝1点外，一栋透天厝火烧厝，有4个人掉伫火场，是凤鸣国小的校长翁仔某，甲因的外甥甲外甥女。这个外甥女是跳楼逃生风救起来，其他3个消防人员发现的时阵。 已经无开路。半暝点外，大火佮乌烟围蕊人家厝冲出来，3楼阳台烧甲红光光。消防队得到消息了，赶紧用水线拍火。村民隔壁拢走出来关心。烟很大，哎呦，好像在放烟炮那个声音，砰砰这样。我出来的时候，看他那个阳台在就着火了。 村民讲，火敢若是为1楼烧到3楼，内面有4个人，敢若1个人跳楼被救出来。开始有人在喊声音，第一个救到的那个。男主人是凤鸣国小的校长啊，那个女主人是那英科国小的主任。今日消防人员哪拍火哪救人，其他3人陆续被吹到。 点尾3人被救出来时，拢无伫喘气啊，情形无乐观。3楼跟4楼，总共另外救出3名，它里面都是易燃性的装潢，是，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全面燃烧。校长翁某甲外甥啊3人不幸往生，外甥女骹骨有断去。半暝恶火烧毁一家幸福梦，导火原因，警消人员要伫调查。